再重新我第一个梦。你有念字的话，我就会比了。啊？光是听乐谱也不少，他有念歌词。好，杨总，美女。我们要送那个干脆送你那个没捞了。送牛奶。还要去什么？对呀。我们这边最美的姑娘要工作了。有人说，如果你跟随了唯一，永远会好梦重重。愿你要祷告，我的梦你走进来，共享我第一个梦。